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新闻不时讲到孔子讲唔敢受人假骂帖，这意思是讲世事多变化，和明仔载代志嘛唔敢先讲，我都确定讲会安怎发展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孔，可用孔第二条，读孔这是读文音，有人姓孔，就讲孔子，咱一般代语称呼是孔子公，主要拜孔子公的庙，咱讲是孔子庙。另外，脚踏车有人讲是自转车，嘛有人讲是孔明车；天顶有人讲是孔明顶，传说就是孔明诸葛亮发明的。另外，七孔是讲咱人的头有7个孔，也就是目睭、耳仔、鼻孔，也有喙。另外，孔雀是好结调，这里鼻音读做孔，像9孔，咱就惯势读鼻音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拄则讲到的孔明车，就是咱咧讲的铁马脚踏车。第二个词读做大目孔，嘛人讲是目孔或者是大目巴人，这是一款海底鱼，比比鱼领乌乌，腹肚白白，目睭大蕊。离开海底了后，因为鱼难落去就会死，算是细尾鱼仔，是咱常常看会到的海产。大目孔嘛当用来形容看悬无看低，嫌少无嫌济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迄阵讲阿明尾仔嘛骑孔明车要出去买暗顿，明明这两个人要食，煞买规堆，亲像大目孔，行无够食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孔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孔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